我睇波踢波都廿幾年啦，冇理由場場都要睇錯㗎。我今晚呢場波一定要買西班牙，撐硬佢嘅。哎呀，爭啲啊！你今日數咗幾多場啊？成日都見你撳電話嘅，你諗住真係賭波發達㗎？唉，唔好提啦，呢幾場波有少少分析偏差咗啫嘛。咁你就唔收手？收咩手啫？世界盃打咁多日，每一日有咁多場波，咁你輸幾場有乜所謂啊？咪繼續再追下一場咯。我準備下一場啊，加大投資啊，結果啊連本帶利啊贏翻晒佢啊！你又嚟追數大法啊？你知啦，咁樣好易屙煙埋單㗎喎。唔怕啊，呢場波我靜心分析過㗎啦。西班牙係歐洲強隊嚟㗎，我今晚呢場波一定要買西班牙，撐硬佢嘅。你成日都話自己啲分析好準，好有信心，但係你次次都見你輸錢㗎喎。上幾場波都係爭一球啫嘛，有賭未為輸。我睇波踢波都廿幾年啦，冇理由場場都要睇錯㗎。你而家叫我停，咁以前我輸咗啲錢點啊？冇人由頭輸到尾㗎喎。係咪真係咁有信心先？就嚟開波㗎啦！今晚呢場波贏咗啊，乜都上晒岸㗎啦！快啲跟住我買啦！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對足球博彩嚟講，上幾場輸咗並唔會令你下一場贏嘅機率增加，投注結果都唔會因為你之前輸咗幾多而自動補償，投注次數增加反而係輸錢金額變得多咗。部分人喺賭波嘅時候咧，容易出現控制幻覺，即係佢哋容易將自己所謂嘅眼光仲有分析同前面好個結果聯繫起身。譬如話，當自己買中咗一場之後，佢就會認為佢哋自己可以通過分析去讓佢哋賭波贏錢，將成功嘅秘笈歸因於自身。而當自己輸波嘅時候咧，就容易出現差一啲就贏嘅幻覺啦。比如話自己買個球隊平局，就會認為只係差一波就贏啦，歸因於唔好彩，又或者有其他個因素影響，認為同自己個分析係冇關係嘅。呢啲幻覺都會讓博彩者誤以為只要繼續相信自己個眼光，持續下注就必定會買中。另外，沉沒成本效益都係令人越輸越難收手嘅原因之一，因為人個天性會害怕損失，為咗避免因賭博損失而帶嚟嘅負面嘅心理狀態，佢哋會話俾自己聽，繼續賭博，從而實現翻本。但係從數學仲有心理上面去睇呢，相對於靠賭博贏錢，反而有更大嘅機會會令人喺博彩上面造成更大嘅損失。